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，如果咧你曾經感受到內在嘅焦慮，覺得生命中咧有無形嘅枷鎖，無論係家庭啦、工作啦、感情嘅困惑啦，你都可以咧喺度揾到出路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有30年嘅冥想經驗，設計咗一個心靈觀照嘅課程，配合埋冥想同埋咧我哋偉大因果嘅智慧，希望可以陪你哋咧解決4個嘅問題。第一，究竟我是誰呢？我係邊個呢？認識究竟自己係乜嘢？我哋存在嘅意義係乜嘢？可以為我哋解決好多問題，消除好多嘅煩惱。第二，高層次嘅因果智慧，究竟命運係點樣嚟呢？我哋人生係點樣決定嘅呢？又點樣可以改變呢？第三，超越時空嘅心靈現象，讓我哋覺知過去點樣影響現在。現在點樣可以創造未來？一旦把握呢個時空嘅現象，我哋每個人都有可能創造未來嘅幸福。第四，點樣可以通過冥想、心靈觀照去實踐即時轉化我哋嘅人生？存在就係有價值，生命唔係為咗受苦嘅。你哋每一個人都值得過得更加好啊！我邀請你哋嚟到上我嘅課程《偉達生命學》心靈塑造班。我莊 Sir 會陪伴你哋一齊生命成長，通過冥想，每個人都可以改變，每個人都有希望。歡迎你聯絡我哋嘅團隊。